嘅大沙，海陸向下春氣，站日潤。我加工大信部台毛部王立然bản山派nen我未上為土愛幫山市障礙家，我6歲時，我家破個性冇去救，該年7月，我把熱天年個性遷入北河，我加工大概工廠投錢，又投唔知有幾多年嘅大樹時鐵，6月向大雷公並臨變亮，大樹本雷公攔繞而大團鐵，大樹東岸係恐龍公學嘅。冇人知道該樹兒嘅屬性，早就沒鐵，龍都狂跳大沙本雷公大事，談愛未講，樣板嘅秋風，既然都皮得多，每套唔知個幾久長3鐵。該世界台灣光復冇幾多年，漢黨戰亂，秦冇好事，3川食番薯簽過川，頭上學台，過年過節長有起來百姓，也長有好事，唔知樣辦。有段時間，該壓雙污染無辜膽結鐵，係講叫卡時，未話有該麼有血漿，又唔係切得來頭，切得係來頭，叫為陪啊，全麼該就奇怪了。該到頭上為到內戲該多，大家滿篇草講轉，喊係冇分冇樣，可能今夜普土而痴情到頭上，大家都冇格冇殺，用個殺仗好，大樹是鐵，雷公日打，樹兒團鐵。長地狂度樹龍度又跳大沙，該沙從細跳變到暗大跳，唔知經過幾多年，見來見大到愛該壓將是得飽，也係啦，上鐵暗到頭上，十六萬里。本雷公大事，天數鐵，此該跳沙時鐵了後，頭上就冇個膽見鐵嘞。羅古人講，屋順大樹係突然時鐵，有當家嘅人為個性，個某日嘅日，愛家破就個性，個人。講吵，唔知係暗度好麼？